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互相教会来同心来学习走天路。我们刚刚透过我们的诗班唱了美好的诗歌，我的气息全心为主。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主面前就是一个全人的侍奉。我们在今年开始呢，推动了标杆人生的研读。我们期待透过我们的小组的分享，个别的在家的研读记录，一个礼拜大概读2篇一共有42篇。我们这个目的不是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多读一本书，而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学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透过一本非常畅销基督徒所喜爱的书，大家全教会弟兄姐妹，大家都愿意从那边得到一个美好的学习跟归纳。我们在领受以下的上帝的话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满满的恩典，因为你的福气、你的恩典，都因为你的赏赐，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你同行的时候，充满了力量，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能量。主，我们愿意在上帝话语当中学习，去斟酌你要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都能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接续2个礼拜前牧师用标杆人生这个主题跟我们大家分享。那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从我们个别一个人诞生在某时某地，那我们从这个位置来思考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主题就是人生的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曾经邀请大家一起思考说，你生在民国几年，然后在台湾的某一个角落，在都市或是乡村，或是像牧师一个小岛，然后在那边成长，有父母亲的照顾，或是不同的家人的存在。你也许那时还没认识耶稣，也许你从小就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们到底有没有问到说，神啊，到底我这个生命你让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然也许我们平常不会那么样的去仔细思考啦，但是有时候安静下来思考，它给我们的提醒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复习一下2个礼拜前我们谈到人生的目的何在的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确信。这确信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偶然的。刚刚牧师提起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背景成长，你一定要去深刻体验，我这个存在绝非不要不紧，或是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神在我身上有美好的旨意。重点是你体认到多深，或是你把它当成就像一般我们常在社会上谈的，有时候孩子会问妈妈说：“妈妈，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家里我是怎么来的？”妈妈有时候就是不大理他，就说：“我是在菜市场把你捡回来的。”感觉上就觉得有跟无好像没什么重要。我们曾经在台湾有前一代的我们的长辈他们那一代，因为可能一家有好几位孩子，那常常最后那一位会常常被调侃说当初不小心才生下你的这样子。那这些思考都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观。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认识耶稣，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要确信神生下你绝非偶然。就像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重症的小孩从花莲警车开到，就开了2个小时就到台北去到大医院要把他救活。我们还听到说，有一些生下来不足月
啊，那个胃肚那个内脏还看得见，心脏在跳还看得见，就一群医生花了好多时间把它放在保温箱，就为了让它活下来。所以生命的呈现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在于你怎么思考。所以我们在思考说，我们人生曾经被很多的不同的观念、环境、思想、价值观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不着痕迹的，有些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被刻意所塑造的。那当然有的是正面的，但有一些常常是最容易被陷在里面、被负面的思考所捆绑。其中最普遍的就是5种：被罪疚、被愤恨、被恐惧、被物质、被别人的期望这一些所驾驭。好像你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为了某一种观念而活。我们最常看见在这个世界的新闻里面，我们常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很多穆斯林的小孩或是妇女，他们被一种观念辖制了，他们甚至愿意当成人肉炸弹，他们甚至毁坏别人的生命，他也不足惜。到底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很多是我们觉得很称赞、很觉得乐意的观念，但是有些是被捆绑的观念。所以我们再回归到基督徒，我们找到了一个人生的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导向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人生的目的，你会发现你有意义，你会发现你能简化你的生活，因为很多旁枝旁杂的、很多搅扰的，你觉得这个不是我人生的目标，所以你会把它简化掉，你让你人生更专注。那这些事情，我们常常比较容易在我们的小孩读书的时候看见，对不对？我们做父母亲绝对会用这种话来讲说，你现在的目标就是好好读书，把它考试考好。所以呢，很多玩乐啦，很多什么休闲的，很多享受，你要暂时牺牲。你都会劝小孩说，你为了考上好的学校，你要把这些杂物把它排除掉，专心读书，而不是被电玩、被电视被网络所影响。那我们的人生的大目标也一样啊，我们要达到人生的大目标，你会简化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会更专注，你的生命会有动力，因为你喜欢上某一件事情，你会一生为它来努力。我们常会看到说，日本很多人喜欢去日本游览去那边参观，去那边观光。一个很重点是，日本的很多生活的品质让人觉得很羡慕啊。特别是在日本就看到说，一家店，它已经流传400-500年了，哇！就在幕府时代就已经流传的店，他的家族一代一代很努力的坚守那个店。是为了他们觉得他们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让这个店里面所产出的产品让很多人觉得受到益处。你看他们就光为了一个目标就可以一生。有些职人，我们说职人就是好像国宝一样，他一生就为了那个方向而努力。那我们会觉得非常敬佩。有时候我们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描述说他一个艺师，就是工艺的艺然后他就为了一生做完美的一个产品。那何况我们要为这个完美上帝的旨意来完成，那就更大的一个动力。所以呢，更重要的是基督徒不只是有一个目的导向的人生，而且我们是为了永恒来预备。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说，我们要自己去确认，上帝创造你我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观念的自我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总归来说，无论是人生的目的何在，我跟神的关系归结一个总结，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他。听起来好像一句老套的话，但其实就是牵涉到整个生命的品质。
我们整个生命的呈现，我们整个生命跟神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跟所有土地的关系，都归结到这一句话里面。好，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了一个人生，我们觉得被神所肯定，是你的价值观的呈现。我们也都知道，有人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好卡好手”，但是他就不想做事情，被父母亲头痛，感觉上好像放弃了这个世界。但有的人觉得，我的一生不论什么样的境遇，我都是神所拣选的，神在我身上有用处。上2个礼拜，我们谈了2位肢体残障的见证者。那我们在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可能你都很熟悉那位杏林子，对不对？刘霞女士，她写的文章不知道激励多少人。那这些人，他们都不是在我们一般所看肢体完整的一个人生，竟然他所带来的动力跟影响，超乎一般我们四肢健全的人。我们觉得很奇妙。我们在这个再过来的礼拜五，还有礼拜天，反正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连续3天那么特别的讲员要来我们当中，而且很奇妙，就是说不是我们预先就规划好的第一个是林和成弟兄，他是一位肢体残障，必须坐轮椅的一位诗歌创作者。我们看到这个图表，我们很多人都会在网络，我们都已经传给大家了。他原先是有仇必报的人，是行凶斗狠的人，是为了抢夺一切资源的人，但他却在他的人生当中遇到最可怕的、无法挽回的事，就是他被打伤了，受伤了，他一辈子坐轮椅。原来以为说那更愤世嫉俗了，他应该是全世界都是以他为敌了。不过他被神所呼召，他反倒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他创作出让人家感动的诗歌，因为这个用生命所写的。比如说相约在主里宣教的中国，那很难得的机会，在上个礼拜我们同工听到了他要回来台湾，我们就安排刚好礼拜五要邀请他来到我们当中，在祷告会的时段、小组的时间来听他做见证。那这个也不是经过设计的，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提摩太牧区呢，在去年就提出说他们认识一位身体残障的传道，叫做郭亚胜传道。他也是肢体残障，但是神重用他，让他成为马偕医院的这个关怀师，而且献身当传道。他要在礼拜天、礼拜六，现在我们的提摩太来做见证。那我们想说他一路从台北来，那当天晚上见证完又赶不回去，是不是我们礼拜天也邀请他留下来？所以在下个礼拜天，这个郭亚胜传道呢，要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分享他的海啸人生。那我们都从他们2位看见这个特质啦。从人的角度来看，大概他们一生已经毁掉了。不过他们就像立刻胡哲，反而残而不会，用了他坚强的生命力来为主做见证。那如果神在他们身上好像开了个大玩笑，他们还这样认定神，要为神、要荣耀神而活，那何况是我们这一群在恩典中的百姓呢？所以在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礼拜天的2堂礼拜，有4堂，这2位神所差派的讲员要到我们当中来做见证。他们都已经认定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了，何况是我们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绝非偶然。浪子回头的刘和成弟兄这样见证，因为车祸而失去行走能力的郭亚胜传道也这样在做见证。那我们就更明确的知道说，神在你身上特别的旨意，但不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不可逆的灾难啦，遇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啦，你才说哎呦，神在我身上有什么旨意，而是你在平安喜乐当中你就确信了，神在你身上是一种自己被激发出来回应主的。所以记得整个生命的流程，最终宇宙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上帝的荣耀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我们都在这一个整个荣耀的大计划里面，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只要你这样的认定，你就知道说，为荣耀上帝而活是多么喜乐的事，多么祝福的事，多么平安的事。我们说上帝荣耀到底是什么？好像是一句很抽象的话，可能是应该是那个系统神学的老师在讲的。但其实上帝的荣耀说起来很简单，上帝的荣耀就是他本身，上帝呈现他自己就是荣耀了，因为他的本质、他的尊贵、他的光辉、他的能力的彰显，他临在的氛围，在整个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氛围，只要是美好的，都是上帝荣耀的一部分。上帝的荣耀是他的美善，他的真实永恒本质的表达。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哲学的话，对不对？很像那个系统神学的话，但是我们更简单的展现上帝的荣耀。我们在哪里看得见呢？第一个，在大自然的展现当中，它展现在所有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很多人喜欢看国家地理杂志或是那个 Discovery， 我们看见那个英国的 BBC 的那一些影片，你发现说，哎呀，这个世界怎么那么微妙？那些生物是多彩多姿的，在海底的世界是多么美好的。好了，这些微小的生物，一直到广大的银河，都在见证上帝的荣耀，不是吗？因为它本身就自然呈现了。所以我们从日出日落、月亮星辰，从四季的交替，都已经把造物主的荣耀显明了。换句话说，我们所看见一切的美好，都是上帝荣耀的展现。上帝也在历史当中向不同的处境的人来彰显。他在创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展现了他的荣耀。他在向摩西在会幕旷野的会幕，或是在以后的圣殿当中，也呈现了他的荣耀。然后，因为人的堕落，人的离开，上帝又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借着耶稣，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耶稣把上帝的形象显露了出来，看见了他的荣耀。然后主耶稣钉十字架死复活，在升天之前来差派了他的使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基督徒就建立了教会，神也透过教会一直在彰显他的荣耀。不过我们当然这里要打一个折扣了，我们全世界各地的教会，我们都一直在努力说我们要荣耀神，但是因为人的有限，人的不足，人的争夺，人的罪，我们常常好像把上帝的荣耀遮住了，是我们自己不足，而不是上帝荣耀不在。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把上帝荣耀呈现到最极致，那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上帝也在圣经当中记载很多的大自然当中呈现，上帝用火、用云、用雷、用烟，很灿烂的光彩显现他的荣耀。那我们会讲说，上帝荣耀那么荣耀了，还需要人吗？对不对？已经荣耀了，就像太阳那么亮，你何必在白天来点灯干嘛？难道你点灯会增加太阳的光线吗？好像不行，不必要，对不对？我们也无法增加上帝的荣耀，因为上帝的荣耀是超越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人类的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命令，
或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神给我们一个呼召说，既然神的荣耀是那么样的充满至诚的，我们人要把这个荣耀告诉或是彰显在同样是人类的当中。所以上帝就命令我们呢，他要我们认识他的荣耀，尊崇他的荣耀，宣扬他的荣耀，赞美他的荣耀，反映他的荣耀，并且为他的荣耀而活。换句话说，整个生命的境界，我们人的整个生命的气息，就像刚刚我们的坚人小组所唱的那首诗歌，我们整个的气息都完全融入神的恩典里面。你的呼吸，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荣耀上帝当中。因为荣耀上帝没有什么理由啦，他配得，他本来就这样子，因为他创造万有，宇宙只有2个受造物不荣耀上帝，什么呢？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第二个就是我们世人，因为人有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有神给我们的形象，有人有给我们是自我选择的一个成分，所以人因为偏向了罪恶，所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堕落的人，一个被罪所捆绑的人。我们这个有罪的身体怎么荣耀神呢？有污秽的部分怎么让神荣耀呢？就像我们在煮一锅好吃的东西，那不小心掉入了脏的东西，你又觉得哎呀，这一锅粥太可惜了，因为一个老鼠死在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把它追根究底，一切罪的根源是因为我们不把荣耀还给上帝，我们抢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才是我们世人要怎么样努力去重新恢复的原因。我们知道一些人呢，他可能是本来是默默无闻的，那突然成为网红了，哇，大家捧着一直看他的那个影像。我们看到在我们社会上有一些演艺人员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很多经纪公司很多经纪人他会花一大笔钱呢，把他塑造，哇，外形把他塑造得很好训练他跳舞跳得很好看，然后给他讲说他是巨星。其实很多是公关公司把他抬起来的当这个人被那个公关公司老板觉得看不好的时候，就把他打掉，突然间消失掉。那是人为的，用很多办法的，但是他如果不够实力，也许是一暂时的。更不用说我们看到很多政治人物，对不对？哇，在台面上多风光啊！一任到了，没被选上就人家忘记他，或者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然后一下来没有人纪念他。所以那一些荣耀，那一些光线都是人为的，但是我们的神他不必，不过他需要，他命令我们荣耀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呢，透过这个标杆人生，不是想说让你多读一本书像家里书又不缺一本，是因为我们把这本书当成一个使用手册，是一个人生的方向，怎么样荣耀神的手册。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些很有智慧、很有神的亮光的华理克牧师或他们团队把我们组织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架构，说你只要按照这样来做，不只合乎圣经，而且能够荣耀神。那我们何不乐得这样子的学习，而且是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激励，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去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向。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能够有目的导向的标杆人生，归结于一句话，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你怎么样让你生命成为荣耀上帝的生命，那你就一生就没有白活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明确的答案，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要荣耀神。以弗所书1章12节说，他的旨意是要我们
这些首先把希望寄托于基督的人，都颂赞上帝的荣耀。他的旨意是让我们这群归于基督的人都能够颂赞上帝的荣耀。颂赞上帝的荣耀，绝对不是你口头讲100句荣耀上帝就荣耀了，是你的生命在荣耀神。刚刚读了罗马书11章36节也这样说，因为万物都出自他，借着他归于他。记得万物包括人类，他说愿荣耀归于上帝，直到永远。愿荣耀归于上帝。人不能增加多少荣耀给神，但是更不能把荣耀抢到自己身上。我们的任务是，因为我们同是一群在最终的百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荣耀上帝有多重要，所以我们自身先把它做到能够荣耀神的地步，然后也分享给别人，也邀请大家把生命活到最极致，能够成为荣耀神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听起来看起来好像蛮复杂的哈，好像觉得不大简单的样子哈。其实呢，我们教会的建筑的同工，我们的建礼拜堂的这一群委员呢，他们老早就帮我们设定好了。我们在前任牧师蔡牧师领导的一个建筑团队，在我们的一楼的大厅就把牧师等一下要讲的所有荣耀上帝的一个 slogan， 一个标语都放在1楼了。你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吗？你进到礼拜堂要上电梯的时候，那个圆柱有5项彩色的看板，那就是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学习的。那我们看到这5项荣耀主的目的，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怎么样做我们的示范。他说：“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给我的使命。”约翰福音17章4节，记得耶稣他在完成使命的时候，他就这样讲说：“我在地上荣耀了你。”他没有讲说：“哇，我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救世的使命呢。”他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荣耀神，因为我完成了使命。”所以你完成了一项使命，你完成人生一个重要的目标，都是在荣耀神。我们初代的一个教父很出名的叫艾任纽，他写一句话说：“一个充满生机的人就是上帝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你听到意思哈？你的生命很精彩，你的一言一行，所有的一切，活出最棒的生命，你就是在荣耀神呢。他们可以了解说，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在各行各业头角峥嵘，你在各行各业展现出最棒的奉献，你就是在你的行业当中荣耀神。医生他用最好的医术跟爱心，让一个病人得到医治；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把他最美好的一个生命的色彩，用图画、用一些雕刻、用一些影像来呈现；文学家写出让人家感动、低回不已的文章；我们一个工作者、一个设计师，他设计出一个漂亮的一个建筑物，或是一个很棒的用品，这些都是在完美当中在见证神。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美好，跟家人有美好的关系，跟亲朋好友有一个美好的互动，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大家彼此激励、彼此成长。请记得这一些你的充满生机的人，就是在荣耀上帝。那这个荣耀上帝的方法已经放在我们的礼拜堂，我们献堂已经几年了呢？已经5年了。这5年当中，你每一次进礼拜堂，看见那个看板，到底觉得哇，装饰很漂亮，因为颜色蛮鲜艳的，看起来很赏心悦目，还是说对了，就是这5项就是我要荣耀神的，我提醒自己，我要在一生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这一个原著所看到的5项彩色很漂亮哈，我们的设计者非常用心把它放这个看板，而且不会褪色，好厉害就是这5项。那
我们简单讲，因为以后我们在这6个月当中，就是要把这5项怎么样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当中，那就是荣耀神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邀请哈。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敬拜，以敬拜荣耀归给上帝，就过一个敬拜的人生。所以我们的事工宣言第一个叫做全心敬拜，荣耀真神。那第一个，我们从电梯走出来，第一个牌子就是这个绿色的全心敬拜，荣耀真神。什么叫敬拜呢？我们要领受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念哈。我们通常说，我们教会有2堂礼拜，第一堂9点，第一堂8点50，第二堂11点，好像我们只把它浓缩在这个1个小时多、1个半小时的礼拜的程序，一个仪式。其实这个敬拜的范畴、敬拜的意义是超越这个更大。不过这个是一个 highlight， 这是一个 focus， 一个密集的部分，因为聚集所有人，大家专心做同一样事情，那当然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我们在做礼拜，有一个美好的敬拜，我们常常会在外面分享说，我们富强教会的敬拜是非常有恩膏的，那表示我们对敬拜很注重。不过我最近好像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好像那个起伏很大哈，有时候人很多，突然间又消失了，不知道去哪里这样子。我们要有一个恒心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每一个礼拜谨守主的圣日的聚会是很重要的。我们期待我们教会的敬拜的人数加添，而且敬拜的一个品质更好，而且我们的出席是很稳定的，这是我们在努力的部分。好，那路易斯这位英国出名的文学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当上帝命令我们荣耀他时，其实是要我们去享受他。”我很少听到说享受上帝就是在敬拜感觉上好像转不过来，对不对？其实这更是我们常常欠缺的。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说春节快到了，对不对？我们很多大专生好像已经放假回来了，你为什么在外面闯荡，在外面很多的地方发挥，但是你在年节的时候就很想回到妈妈的身边，想回到一个老家？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享受父母亲那种氛围，那种爱，对不对？那种爱好像别的地方不可能给你呀，所以你要回来。有时候做母亲的为了孩子要回来，以前呢比较没有什么旅馆可以住，还要打扫哇，每个房间都要整理一次，因为小孩子外出，房间都关着门哇，要把它整理的漂漂亮亮的，整理的非常干净，空气很好，因为觉得孩子回来哇，那种美好就不能用别的方法来代替了。那你回来父母亲的家，你在享受父母亲的爱，其实就是为了尊崇他，对不对？你让父母亲心中感到喜乐，感到非常大的满足，看见自己的孩子还带着孙子回来，哇，太棒了！其实我们在敬拜神用这种态度就对了，因为你享受神的恩典，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活在上帝的美好当中，你就是在荣耀神。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敬拜他是出于爱，是出于感恩，是出于心甘乐意的。这一点常常会在我们的情绪当中被砍掉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礼拜好像诗歌唱得不好听，我不来了。这礼拜牧师讲的道根本跟我们无关，不想听，我不来了。这礼拜外面刮风下雨，哎呀，我的安全重要，我不来了。寒流来了，我躲在被窝里面比较好，我不来了。其实如果从比较
窄的角度说，你有来没来，也许不一定对教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重点是对你有影响。了解意思吗？是因为你失去了一次享受神恩典的时刻，那是谁损失呢？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责任，好像敬拜上帝来教会就是为了责任，好像上帝交代我不做不行啊！我为了唱诗歌，所以要来参加诗班；我为了服侍，我要做招待；我要为了指挥，我为了要音控，我为了要乐器，我要敬拜赞美，好像这派了我任务，我不得不来。当你把整个敬拜搂到只是交代一个任务给你的时候，那是最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享受敬拜，我们要 enjoy 在这个敬拜的一个氛围里面，是因为这个是神跟你直接的关系，别人 touch 不到的，是圣灵才有。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享受神的爱呢？当然，我们说不只是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之间的一个敬拜才是敬拜，重点是在于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你的生命的品质，你的生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让人家赞美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就是敬拜的行动。我们常常会提醒大家说：“我们来教会做礼拜是很必要的、很重要的。但是请记得，最实际的敬拜是你离开了这个团体，离开了大家的提醒，离开了一起唱诗歌。”离开了牧师的讲道，你还能够继续活在敬拜中。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辰，都是在敬拜，那才是最高、最完美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在大自然当中，这个美好的一个云彩。一个美好的一个风景，你说赞美上帝！你看这个美好的境界，就是在荣耀神。你看到那个动物非常棒的动作，那个羚羊跳起来，那个鱼的游泳的姿势，你会觉得说哇，上帝的创造多美啊！那个美好就是在荣耀神，就在敬拜神，就在赞美神。那你当然就是用你的生命的品质在荣耀神。罗马书6章13节说：“我们把自己的整体奉献给他，作为公义的器皿。”好，那其他的呢？因为我们后续有机会会再复习了哈。我们把这个敬拜这个观念讲清楚之后，这几项就是我们后续要一起学习的。第二个就是以爱信徒荣耀归给上帝，就叫团契的人生。刚刚叫敬拜的人生，第二个是团契的人生。我们富强教会的 slogan 第二个宣言就是团契交谊，彼此相爱，这是第二个。那基督徒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我们不只相信上帝，也归属于这个教会，就是他的大家庭。我们学习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也是荣耀上帝的一部分。所以学习上帝爱人的方式去爱别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在荣耀他。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彼此相爱，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要荣耀上帝的部分。第三个是学像基督来荣耀归给上帝，就是一个成长的人生。我们在去年就开始了推动我们的富强的一个门徒的教育、门徒的培育的元年。我们是为了说，在第三项学像基督，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长。所以我们的宣言叫做培育训练生命成熟，这是我们第三个 slogan 黄色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在灵命成熟，是因为我们要在思想、我们在感情和行为越来越像耶稣。再来是效法基督，我们的荣耀，因为学习耶稣基督就能荣耀上帝，有新的生命和特质，让上帝来改变我们的品格。所以很多人信主后为什么会改变，就是也好像以前我有一个坏习惯，抽烟喝酒啦，很多不好的习惯，因为靠上帝就把它戒掉了。有些人脾气很不好，常常跟人家吵架，现在个性温和了，好像变成一个人一样，是因为我们被神所教的。所以我们外在的是参加
各样的培育训练，我们的生命的丰盛生命的课程，我们的查经班啊，我们的各样门徒课程，是因为我们要在主里面一起成长。那第4个就是服侍他人来荣耀上帝，因为你得到造就，得到栽培，你有神给你的恩典才能，你就要把这些侍奉奉献出来。所以我们的宣言叫做奉献自己服侍别人，奉献自己服侍别人，这是第4个，这一点蓝色的了哈，蓝色的。那第5个就是宣教。那我们刚刚在讲侍奉的时候，再补充一下，就是上帝对你一个美好的设计，那给我们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能。所以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家有人在艺术美感方面有专长，有人在音乐方面有专长，有人在文字方面有专长，有人是在诗歌敬拜有专长，有人是在电脑乐器节奏很厉害这些人一起把自己的才干恩赐奉献出来。请记得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上帝给你恩赐，如果这些恩赐只是为了你的生活更好赚更多钱，那还不是完整的，是因为你要使人得益处，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会分享给别人，一个利他的人生，这个才是我们荣耀上帝最重要的目的。第5个就是宣扬基督，荣耀归给上帝。换句话说，我们要过一个宣教的人生。在富强事工的宣言第5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点，分享真理，宣扬福音。分享真理，宣扬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从这一点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些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却是我们必须要从最基础的去做到的。上帝不要我们把他的爱和旨意藏起来，他要我们去分享，他要我们领人信主，当他们找到人生的目的，走向永生。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跟福分。或者说，你成为基督徒，你领受了恩典，你的生命要荣耀神，其中一个重要的项就是你能够领人来认识这个恩典的主，来享受这个生命的福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一直积极的鼓励会友，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各小组、各团契曾经举办福音茶会，后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方式，就是幸福小组。这些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赶流行，或者是一个节目好像不做不好意思，是因为我们根源于这个使命，宣教的使命，宣教人生的使命，我们基于这个理念。哥林多后书4章15节这样说：上帝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更多的人认识主，就是在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这5项我们可以慢慢再把它学习起来。我们事工宣言放在我们这个礼拜堂的入口，看见这5项，你有没有一个一个让你觉得我在生命当中怎么样活出这5项来荣耀神呢？敬拜、培育、团契、侍奉、宣教。各位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达成标杆人生的路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不是我们自己多有能力，我们怎么样增加荣耀神呢？是因为我们活出神的旨意，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让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以弗所书1章7节到8节，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就享受这样的恩典跟赦罪。然后我们看到说，耶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流血，这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程序。第2个，你的过犯得以赦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也是荣耀神的一个这个步骤。抱歉，第3，你可以得到救赎，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荣耀神的地步。第4，上帝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在身上展现神的恩典，这个就是在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了以弗所书的这段经文的后面有讲说，我们达成标杆人生的凭证是什么？是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有圣灵帮助我们把这一个5项荣耀神的这个人生的目的把它活出来。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作为印记，作为凭证。这个是以弗所书1章13到14节这样勉励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后要说，一起在6个月当中，一起透过这本书来得造就、得栽培、得提醒。那你为何而活？再思想一次。荣耀上帝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好像一讲就解决了。为什么要一起学习、一起激励、一起提醒、一起讨论呢？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改变，改变你的人生秩序，改变你的人际关系，改变你的作息行程表，你的价值观，甚至有一些人生的享受，你要稍微做一点牺牲。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也同样这样遇到挣扎，不是那么简单轻省的事，而是你有决定、有选择、有确定。约翰福音12章27节，耶稣讲了这句话，他说：“现在我心里愁烦，我该说什么好呢？我该求父亲救我脱离这时刻吗？但我正是为此而来。”好像心中有犹豫，上帝啊，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啦，让我不要上十字架这种解决事情。但是我正为此而来。父亲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换句话说，耶稣最后选择是让神得荣耀，而不是自己脱离那一个责任。所以，当我们决定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就像耶稣说“愿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做这些事情很困难，因为你还没有决定做，神当然还没给你啊。你一决定，上帝就必供应一切所需的，这是圣经明确的应许。所以我们真正的生命是开始完全把自己交托给耶稣，那个时候开始，你交托的越彻底，你的生命的品质就越呈现。感谢主，愿我们一起透过这本标杆人生，一起来学习啊！真的不是为了多读一本书，而是大家同样一个目标，他全教会成为一个学习的课堂，一起来努力，让这样的荣耀神的目的能够透过我们一起学习来把它成就。愿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标杆人生的凌晨研读计划。